千人修業是第17按樣人講道，係講一心難談，當你白色之時，你冇力量去對付。嗱，呢個經講自家啲，係講自家嘅心灰心，自家嘅心難談，白色嘅下，自家冇力量去對付佢，所以自家本呢個白色控制下，所以人班人自家係向得到呢個力量去嚟對付呢個痛苦。呢個白色，呢個苦衷呢？嗱，我嘅聖經講出家啲，在呢個耶賽亞40:29節按樣人講到，佢上帝本出家學啥、約啥力量。嗱，係講上帝本出家力量，本出家精神，出家能夠對付，出家殺伐痛苦白色，出家唔冇難談出家嘅心，出家嚟上帝嘅面前。求上帝，佢能夠本自家新嘅力量、新嘅精神嚟對付，家嘅精神、自家嘅力量從上帝嘅嚟，自家嘅信心更加強。當自家白色嘅下，當自家依靠上帝下，自家能夠對付呢社會嘅痛苦，所以唔好灰心。阿門。